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来关心哦。顶礼拜咱看到桃园市啦有一场罢免案，咱讲这嘛是6都市议员内底头一位被罢免的这个市议员伊就是王和武啦有人讲这是中立一场公民课啦选民用着选票来罢免议员行使着公民这个权利，有影但是这嘛是牵涉着讲这个罢免制度这款问题，尤其咱嘛讲过去这个议员选区是要保障这个少数啦采取的是这个大选区的这个方式来去做一寡这个选举，甲立委、行政首长用单一选区正是无共款但是用这个相共的这个罢免制度会出现什么款的这个问题，咱等下嘛好好来讨论另外，咱们要看到讲这回这个罢免案到底桃园市的这个中立区的这个选民到底有偌远找咱讲这个王和武啦还是讲伊真正做了袂歹，还是讲伊的言论有啥物爱搁较精准，爱搁较斟酌的这个所在咱嘛先做回来看啦咱其实嘛经历着一场投票要来看这个罢免这个结果到底是安怎其实咱们看到这回投票人数，咱讲来到是92000多万，92000多人啦咱嘛讲到这回这个投票权的这个人的这个总数本底是这个32万多啦所以已经是这个超过是1/4啦咱讲投票率是28.14%啦所以伫咧这个基础头顶，咱就来看讲同意的这个票数是84500多票啦这个投票数差不多是92.234，徛点同意者正拄下过这个坎啦无同意的也有7128票差不多是这个占投票数的7.77%啦516票是这个无效票啦但是咱嘛讲这个坎过去咱嘛讲到是这个公职人员选罢法2016年修法来降低这个坎所以这回嘛代表讲真正这个人民的这个意志可能会伫遮看会到，但是是毋是一个万收，还是讲万分的这个政治动员，咱待嘛当好好来讨论啦咱看到讲这个罢免其实去年也有一站，大家印象若是介深的话，就是这个去年这个6月初6啦迄当阵是这个韩国瑜迄当向罢免90多万票这个部分这回看到这个韩国瑜向罢免了后，小连续就有一寡这个政治人物去向点油做记号开始，嘛要来进行罢免王和武伫遮算是咱讲伫咧韩国瑜了后第一个头一个啦所以面对着伊已经确定罢免了后，咱看说落来，阁有2月初6高雄市议员即阵是这个黄捷嘛要面对着罢免的这个投票啦所以咱嘛讲到这个11月29、2016年这回咱讲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到底有啥物问题，还是讲会当搁较改进的，还是讲咱讲这个万份性报复性罢免，感谢一尊光烈风，咱就做回来讨论。现在邀请来宾，第一位来宾邀请民众党发言人蔡俊伟。大家安，大家好。是啦，稍等下咱嘛邀请到这个中国国民党文团会副主任黄祖铁，以及咱讲民进党同市议员彭俊和，虽然要透过连线来连线到这个霸王总部执行长啦江时阵嘛是咱桃园市中立区这个新义里里长区仁德，里长你好。你好。是啦感谢里长伫咧百忙之中来参加咱这个节目录影，透过连线啦首先甲你简单请教一下咱嘛讲你是这个霸王总部的这个执行长啦关于这个结果恁应该是真满意啦敢会当安尼讲？当然，是会当接受的。是会当接受，但是咱来讲这个过程其实有当时恁也是这个惊胆啦尤其咱讲迄当阵咧要这投票人数的时阵，其实恁当阵要差不多9万票啦拄下过迄个坎当时阵咧开票的时阵，哇，这个票其实这个比例拢无安尼规个这个扭出来，到尾真正下过迄个心情是大概是安那？迄时阵阮就是讲看到规个这个投票率。其实没有原来预估的这么高啦。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的投票率不是我们预期的这么高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担心这个投票的人数会不足，是这样子。对，也担心这个仗会打不成。OK， 这场这场真的惊拍袂成吼。对，是。因为8个月前后8个月，大家努力
大家打拼，大家的付出，那在最后这个时刻，如果不能够这个完成，那又是差那么一点点的票数，那真的大家会很呕心沥血。OK， 真正这个怨愤啦吼，但是咱看这个结果吼，其实咱嘛讲是有两派这个无共款的这个看法吼，其实咱嘛是拢尊重吼，但是针对这个罢免，咱讲吼，去年是头一枪，这个韩国瑜市长被罢免掉90多万票，啊，这回咱讲吼，真正是拄好下过正25.8%啦吼，正下过这个25%，1/4这个门槛，咱讲吼，这个坎有影过去拢无人吼，咱讲吼，伫咧这个大选区内底吼，安尼互这个塞倒去啦吼。啊，这回这代表是虾米款的这个影响吼？咱嘛做一个整理报道吼，嘛要先带这个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伫知影罢免案过关，自下昼开始就伫咧霸王总部等开票结果的民众放炮庆祝。同市原王浩宇的罢免案昨仔投票，下昼4点，选务人员开始计票。尾暗的时阵，同意票已经超过罢免的条件。中选会公布王浩宇罢免案投票人总数327758人，投票人数92226人，投票率28.14%，有效票91710张。其中同意罢免的票数84582张，占92.23%；无同意罢免的票数7128票，占7.77%。无效票是516张。罢免案投票结果，有效同意票多过无同意票，而且同意票数较原本选举的选举人总数1/4以上，投票结果是通过。罢免王浩宇总部讲，这是全台湾的胜利，民主的最佳证明，人民会当甲无适任的议员诱来。政治人物的这种言论范畴，到底它的规范的界限在哪里？因为他已经做到一个顶端的了。民进党同市党部的主委张惠如讲，尊重民主的结果，会做内部检讨，也强调袂甲王浩宇切割。我们尊重这个整个罢免的程序，尊重民主的决定。党籍部分目前是还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目前要跟他还联络不上，联络以后我要听听他个人的意见。王浩宇伫昨晚伫社群我是中立人发表感谢文。另外，那兄的郑立辉陈学成伫咧投票煞了，点 FB 发文表态，讲家己有投霸王一票，虽然尾下修改文章，也阁希望有违反选罢法的嫌疑，有可能被罚50万以上500万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是啊，咱知影这个王浩宇啦吼，其实伊是这个民进党籍，但是民进党进前是伫咧绿党啦吼。啊，这回吼，咱嘛看到讲吼，因为真侪种这个争议啦吼，互人吼提出这个罢免，买手嘛是以咱头讲到25.8%这款的这个票数吼，正下过这个坎啦吼。啊，其实迄当讲吼，你若是有看这个新闻也好啦吼，其实吼在场的除了咱讲吼，这个霸王的这个总部以外，还有其他的这个议员吼，啊，相信咱讲民众党家嘛有来去做一寡参与啦吼。安怎来去看这回恁参与着这回这个罢免案呢？其实，阮民众党这届参与到这届霸王的这个罢免的当中呢，其实去参与迄人，毋是阮中党部所指派去的，迄是阮党员个人的意志，就去参与这届活动。伊个个人行为就对。因为阮规个党是无去号召，像国民党佮像党主席直来去号召伊的支持者来去投这个票。阮民众党是无安尼的行为。因为阮确实党内有一寡人甲王浩宇之间有一寡摩擦啦，我会使安尼讲，因为进前一寡的言论针对，而且拢用一寡抹黑，啊无就是用迄羞愤迄种言语去挑起大家对立。这阮大家拢感觉这对规个台湾社会是无正常嘛，无正当嘛，无应该的行为。这是互足侪人会为什么看袂落去要徛出来甲罢免这件代志？是。伫咧这件代志，王浩宇的罢免事件内底，我感觉这毋是讲是像一寡厉害的人拢讲这是国民党来去操作的。确实毋是，因为一开始阮看伊案。6月9号开始启动迄罢免的时阵，迄个人嘛毋是国民党籍的啊，迄个一寡看袂落去的民众，自发性的家己徛出来。伊按6月9号到11月20号正式成立讲要投票，到1月16号落去投票。这中国民党可能参与，可能按1月份开始较真正落去参与啊。因就是讲来甲赞助啦，来甲伊斗相听啊，来甲伊
徛台安尼啊。伊无参，因为这个活动确实是真侪看袂落去的人，家己主动自发徛出来。因为王浩宇伊得势的人，毋是哪赢，赢伊佫有报重稳平赢，要时代力量，啊佫有民进党家己内部，因为民进党内底有伊的是两大的家族啊，像姓彭的甲姓黄的这两大的家族啊，嘛互伊的是较袂堪一。因为伫个2018年迄时要选议员的时阵，因为迄时是立党嘛，伊嘛是有咧拍民进党啊，毋是无咧拍。而且伊一开始进前伊拢讲啥物民进党内底足侪败类，迄嘛是足侪民进党人听袂落去啊。话嘛是讲啊真险啦，讲啊足袂好听一啦。然后伊2020年的时阵嘛是佫讲一届啊，民进党内底即摆嘛是足侪败类，即种的话就互足侪民进党的人感觉足插耳啊，拢感觉听袂落去。所以徛出来，徛伫个身躯边后壁，甲斗相共人足少，甚至有的人民进党因为迄区原本你个票就无足讲足侪啊，你佫加一席入来，以后要选的时阵，我进前提名50条2席，即摆你加一席入来，迄票不一定管互阮啊，因为迄票是因为王浩宇一开始是立党嘛，迄阵伊的支持者是足侪人是感觉这个人是少年、清新啊无包袱，嘛毋是哪个嘛毋是你的，有可能会使拖，你啊咱中立有一个新的风气，有一个第三势力开始啊，因为迄阵的期待，不到最后段跳槽转去就去民进党，迄阵支持的人无一定拢是支持民进党的，而且民进党原本的支持者会因为王浩宇来到。投靠民进党就支持伊吗？嘛是一个问号啦。所以讲，你加一个人要入来选，对因当地遐民进党籍的人，有想要选议员的人，对嘛是一个压力。那会使趁这个机会，我无。所以暗中有一个势力安尼是。那真正有咧甲斗相共，应该拢会徛伫后壁来甲斗相共啦。因为即届看起是无讲有遮侪人徛伫后壁嘛。OK， 咱继续来请教即个总部执行长啦吼，安怎来去看吼？其实头拄啊，即个咱讲准委讲着啦吼。毋若是即个国民党吼，其实也佫是立营的即个，咱讲有想要选议员也好啦，还是讲真正立营内底看伊真怨气也是真济啦吼。李长敢真正是安尼？其实我们这样讲啦，俊伟分析的真的很透彻，非常非常的透彻，非常了解地方，确实是不止蓝，不止黄，不止白。连他们自己民进党阵营里面也都有很多人在1阶、2阶一开始就在帮助我们，跟我们站在一起，这是骗不了人的，确实是的。他分析的非常透彻，因为王浩宇本身他本来就是在绿党提名的一个席次，那他在这个去年的总统大选完之后，他加入民进党。那势必影响到民进党在2年后的一个提名的一个席次。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中立地区，本来民进党的一个席次就跟蓝的一个比例上面会有一个差距。所以他如果提5席，有可能只能像现在一样，但是这一届一样，只有2席会当选。那如果提4席，有可能是整个一个配票的体制可以全垒打。那相对的。王浩宇他并不是民进党提名的当选的，那他却要再占了一个民进党一个席次，所以在上一次选举落选的黄富淑乡议员，跟张小云、张家，然后跟张先生、刘邦德刘先生等等这一些他们要参选的人，当然他们都会希望能够把。从绿党跳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席次，能够把它剔除，所以也就是造就了这一次选票当中有绿营人士的帮忙的这样的一个传说。其实我们可以很实在的说，它并不是一个传说，而是一个事实。OK。这个头拄啊，这个执行长讲，这唔是一个传说，是一个事实啦。讲到这个绿营内底吼，可能嘛是牵涉到讲咱2022年要这个咱个一届吼地方的这个选举啊吼。啊，讲到议员这个席次内底，咱嘛看到讲中立区吼本地吼都是这个拿赢这个天下较济啦吼。所以绿营伫遮嘛爱做一寡这个客气啦吼。啊，因为过去王浩宇其实伫咧党内嘛是有真济这种敌人伫啦吼，所以这回吼绿营这个势力吼嘛是。
透过这个霸王的这个部分来去做一寡这个进行但是这是不是会家己烧到立赢本身的，咱等下嘛好好来讨论伫这进程，咱过来简单小解王浩宇到底伊过去有啥物款的这个争议的这个事件啦首先来看到讲伊是桃园市中立区信义国校啦另外是读这个中立国民中学，另外咧伫咧阳明高中的时阵买手无读煞去到美国这个加州圣荷西这个州立大学去读这个广告管理系啦。等来到台湾其实做一寡这个运动啦咱嘛看到讲其实伫咧进前伫咧高中时期的时阵，也有主导这个卖去禁止啦咧去头毛留活动还是讲头毛要染什么色迄当阵是反这个发禁的这个学问伫咧。另外咱嘛讲面册卖酱鸭即回啦真正这个卖酱鸭帮站伊真济啦，安怎讲帮站伊真济？就是讲即回我是中立人伫咧伊进前迄回这个选举内底，互伊调啦这是一大关键另外伊嘛创办着这个生活公司，这个卖梅啊这个部分另外过去伊是这个绿党共同的这个调集人，但是咧迄当阵绿党了后。出嘛是得失到这个真济绿党的这个人数啦另外买手等来到这个民进党桃园市市议员有人迄当阵民进党党内就讲哇，这人可能袂当收伊的这个争议遮尔济言论可能有较这个偏淡薄真正卖收，但是买手甲收转来即阵咱头拄嘛看到影片内底安尼讲即阵也虽然受到这个罢免，但是也无要处理掉伊的这个党籍啦另外争议的这个事件是过去也有用这个 PTT 啦用广告来洗版啦洗版甚至就加到这个站长威胁到这个班主啦地书讲专站。拢向封锁，袂当摕到伊的名啦或者是 PTT 华语讲是这个伏地魔啦另外公审到这个编辑Wikipedia 这个老师啦另外侮辱咱讲绿党创党元老加入民进党嘛侮辱咱讲真济民进党的这个头人伫另外嘛侮辱到个这个时代力量这个党工来去讲食毒啦，要求讲迄当阵伫时代力量的这个立委林昌祖都来去验证啦即系这个争议的事件甲这个小解咱就讲到这虽然要搁介绍啦咱第二位来宾这是咱这个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朱铁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阮头拄有小解过就是咱头拄这个票数25.8%啦头拄咱嘛讲到毋那是这个国民党即回主席毛去真济拢动员起来立委这个咱看咱讲老两这个鲁大哥啦鲁立伟嘛去做一寡这个帮站伫咧其实咱头拄讲到立赢伫内底嘛暗中相助啦其实看这个何武这个人可能。大家拢真解万切啦，但是这买手敢会变做是民进党家己烧家己咧？对啦，这个罢免坦白讲第一线是这个公民团体要甲罢免这个何武伊本身伊就是一个做争议性的人所以讲坦白讲国民党这个虽然讲主持人有讲讲主席嘛有来上后尾有出现，但是伊是用影片啦，伊毋是本人到现场去啦所以讲坦白讲这罢免一定爱有这个公民团体徛咧头一线伊迄进动性才会悬所以讲嘛是因为伊本身太掠过太侪人太侪人太不满啦，所以讲伊迄个民怨才会遮悬啦所以讲我要强调就是讲，你若敢靠一个政党，譬如讲甲国民党后壁咧杀这个罢免，坦白讲，杀袂叮当，要过关的几率真低啦。但是就是因为讲，你变成唔是拿的，还是讲青的，还是讲中央的选民对这个代志拢真正不满，积怨已深，所以讲才会这个罢免才会冲出这么悬的票。我坦白讲啦，我拄好要来龙阳这里拄到一个民进党的立委伊嘛甲我讲，伊本来是讲袂过，所以讲伊结果出来因为感觉讲真奇怪，安那会安尼啦但是你也想想拄啊，大家已经看到伊过去一寡言论搁一寡咱台湾人感觉讲足不厚道的一寡做法，你包括对过身的人、过往的人，咱高雄市的这前议长，伊阵过往的时阵，搁有一个八百壮士，嘛有一个控金者过身，拢甲这个代志摕来消遣，摕来消费。所以讲看这款这争议性的人向罢免掉我坦白讲啦
是民意，民意的展现。OK， 所以讲呢，他们讲吼，这嘛好做者政治理论吼，一个惊喜啦吼，惊喜啊上一课啦。有影是上一课啦吼。尤其咱讲吼本地吼，伊过去是这个16000多票吼，都调这个议员这个部分。甚至咱看这回反倒转来是8万多票啦吼，来去甲伊罢免吼，这真正是一个咱讲爱互政治人物上的这个好法一个一课啦吼。所以咱讲吼，罢王团体也好，罢免成功的这个关键，也有啥物？咱其实做一个整理啦吼。咱嘛看讲迄当阵吼罢免吼。这个发起人是咧邓炳荣吼，还是财团法人吼，团保基金会执行长，嘛是中央大学器官所的博士生。另外，咱头拄仔嘛有访问过吼，就是咱这个总部的发言人吼，柯仁德社交会啦吼，就是即阵咱的这个理事长，咱讲吼是核武的这个标志啦吼。咱阁先过来看到讲吼，其实迄当阵针对着这个内地的这个议题哦。王浩宇迄当阵是一个民进党籍吼，桃园嘛是民进党执政吼，是这个地文参市长啦吼。在野党反内地拍民进党吼，这个氛围有够高的高啦吼。所以咱们看到讲，迄当阵王浩宇吼对美国内地的进口是极端的伫遐围啦吼，围甲互人压生气啦吼。另外，这个选区咱嘛看讲吼，其实是拿大过力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部分中立本地就较侪贯村。国民党支持者较侪，南洋支持者则较侪啦吼。王浩宇去年才加入民进党传统的基层吼，支持嘛无稳啦吼。网络声量咧，咱嘛讲吼无吼改成讲真正咧拍组织的这个部分啦吼。因为过去咱头拄嘛讲到，伊是我是中立人的这个面册这个吼班主席的吼，所以伊本地是经营着这个卖酱业来去出身的所以吼伊较看轻着。组织的这个力量啦吼，罢王团体吼嘛结合无共款的政党，自空吼扫甲这个咱讲吼伫街顶吼拜票吼甲人求票啦吼，还甲斗相共罢免一个。另外咧，罢免案尾期吼，真正拢看无着人吼，说明会嘛无参加，宏大起哩吼，真正惊吓吼，唔敢面对啦吼。所以咱等下再来看讲争议的这个发言，甲这个收分的这个部分，咱继续佫先来请教咱的这个执行长啦吼，嘛是咱的这个理事长啦吼。其实咱看到头拄仔这个理由啦吼，真正头拄仔像这个主题讲的吼，若是无这个公民团体徛伫第一线吼，真正这个若是用高一个政党来去做一个推咱讲罢免这部分，真正煞袂行啦吼。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罢免一个议员，他的正当性要非常的充足，而且在现在蓝绿对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下面，蓝应该会很难去打这一场仗，因为他的正当性通常都会被打成报复。那我们这一次发动这样的一个罢免战，完全是聚焦在王浩宇议员他在过去这6年的议员生涯当中，他的所作所为，在他自己做的天怒人怨，在他自己亵渎圣灵，造谣抹黑，然后不尊重原住民，然后霸凌民众，都是在这一些事项上面，我们才把它凸显出来。如果今天一开始是一个政党在主导的时候，通常会被模糊掉焦点，罢免的会因为是政党的对立，而造成民众对整个这个被罢免人他所过去的这一些事迹上面的被模糊，而影响到整个的一个罢免的争议，是这样。是啦吼，头拄仔这个执行长有讲到吼，这个罢免的这个正当性啦吼，若是讲甲这个政党这部分甲剔除啦吼，甲剔除掉，真正这个部分会当较容易来去进行吼。尤其其实头拄仔这个执行长嘛讲到吼，针对着王浩宇吼，伊过去这个可能讲话也好啦吼，伫面册有人吼，就是可能连一般民众。拢可能伫这个面册内底去攻击等，然后拢有这个部分过去嘛有这个新闻产生啦吼，所以咱嘛搁一摆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咱所经历的这个争议，抑搁有啥物咧？2018年4月时阵，迄当阵开记者会头拄咱嘛讲到讲这个时代力量的这个党工啦吼，真正去接毒啦吼，去用判
40万然后去用判刑。另外，2020年6月时阵，就是咱头拄一直讲高雄市前议长迄当阵，咱看到6月初6，大家还佫记伫是啥物时阵？就是咱讲罢韩国瑜市长迄个暗时啦迄当阵咱嘛看到讲，迄个前议长柯坤元因为即个要想袂开啦真正即回。这个王浩宇竟然伊就讲是这个支持什么这个议长啦因为想袂开来过身，用安尼连结的方式，互人去批评。虽然伊5秒了后，就甲这个文太好掉，但是大家看伊安尼去创安尼做一个政治人物，真正是无适当啦另外，2020年11月时阵，嘛为着要搁为啦美国内地正口发文讲这个Carrefour 这个。咱讲牛肉和三肉精啦嘛，互这个业者来申明另外，2020年12月大讲牛肉无这个赛德克巴来咧消遣原住民嘛是引发着真济这个讨论继续，咱嘛要先带观众朋友过来看讲其实咱讲这回这个事件自过去韩国瑜市长去互罢免了后，甲这回这个王浩宇去互罢免是毋是小连线有一个报复性？咱讲连锁反应伫咧罢免顶悬，咱先做来看。民进党桃园市议员王浩宇的罢免案16通过了后，后一个受到关心的罢免目标是高雄市议员黄捷的罢免案，会伫2月初6开始，罢免标准是71000多票。议员高敏玲的罢免案嘛已经进入第2阶段的审查，那也嘛锁定中央，包括民进党吴思瑶、蔡胜盈，还有基进党的陈碧桂，嘛拢去用点名罢免。对于公民团体所发动的罢免案，都是以从旁协助，希望顺应民意。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去面对，同时呢，也把它视为呢是我们整个反莱猪公投的整个暖身。地照新台北市罢免案的困难度真悬，即马这个阶段以推动反莱猪的公投为主，罢免为辅。若是当地骑脚踏车宣传公投连署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18到台中台北市的选区，要来拼推动挂来位的行动。在台北，我会发起罢免吴思瑶、郑伯奇里长，决定要挺身而出，为台中市民的健康喉舌，他发起了罢免陈柏惟。现在我们2021看到的是乱点罢免谱，我一直很怀疑这样的逻辑在哪里。其实开放美猪进口是国家政策，身为执政党的立委，只能够来支持政策。学者认为讲，王浩宇的罢免案通过，对国民党来讲有提升士气的作用，不过各选区的选民结果无同，可能会有连锁效应。对执政党来讲，这一波波的罢免呢，会形成对他们的压力，这是必然的。但是如果过度的密集的时候，因为罢免必然对社会造成冲击，那我们不排除会引发一般选民的一种反弹情绪。学者指出，罢免案虽然会对民进党造成压力，不过在野党嘛应该避免用罢免案来表达不满，若无可能会变做政治斗争，嘛会造成社会的困扰。记者综合报道。小咱头拄虽然有讲到这回这个王浩宇罢免案有一寡这个咱讲赢的这个部分有暗中来协助啦但是咱其实嘛有看到讲这回可能嘛是民进党一个危机点所以咱个要来请教咱第3位来宾是民进党桃园市市议员潘俊豪，俊豪你好。主持人好，还有所有的观众、所有来宾，大家好，我是咱等下过来连线啦其实是咱另外一个相当关键2月初6可能嘛是来面对着这款罢免案，咱要来邀请到高雄市无党籍议员黄捷，议员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黄捷。是啦咱先请教咱黄议员看到这回这个罢免案其实嘛有人讲哇，这对着你可能是一个爱。有另外一种这个思考的这个方式啦你安怎去看这个罢免案对你可能2月初6嘛，赶快拄到这个罢免案的影响呢？其实足侪人看到昨这个结果，可能感觉讲我是不是足危险的。不过桃园甲高雄甲阮凤山遮，当然迄结果无共款啊，所以讲嘛无法度安尼直接安尼对比。不过我是感觉讲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说，到底大家感觉我有认真无？若是感觉我有认真，有咧认真做，有咧拍拼，其实大家对我感觉就
也不差歹啦，就是说大家那个观感不会这么差。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大家还是多数的，不管是中间选民，还是说大家没有这么明确的喜好的人，还是会去做一个判断。所以讲。我感觉讲就是回归到这个基本的，大家对我的认识，要投下这张票，除非我自己的仇恨值很高，除非说我平常很容易发表一些争议的言论，那个可能会就是引发这个想要罢免方的不愉快。但是如果我平常的形象是一样，是把我认真问政的成果，不管是说伫议会咧问政，还是讲我伫地方咧服务，这款的我平常时的成果有在大家面前展示的话，其实大家都还是知道说这张罢免票没有这么容易投下去啦。那对我来说，当然还是努力的要让大家知道说，过去这2年我一步一脚印行出来，就是说虽然是无党籍，但是只要有认真问政，那在议会、在地方都是保持这样的态度，然后大家也都有看到我的努力的话，我相信还是大家会愿意投下这个不同意票来留住一个好议员啦。相信这个议员吼，真正该放心，然后甲咱讲这个核武的这个情形吼，安尼比较起来，这个议员是认为可能无遐尼啊简单，咱讲真正罢免过关吼。咱先感谢议员吼，等下搁甲你请教啦吼，咱先过来请教咱第3位来宾吼，俊豪啦吼，其实你嘛是咱桃园在地这个议员吼，安怎看这回吼？虽然咱头讲到，这有的人吼，可能是咱讲立赢有暗中上座啦吼，尤其讲吼中立者本地就是拿的大过立的，但是立的为什么这回扮演一个关键的这个作用，但是尾手会烧到立赢家己无？我觉得这一次的结果还是比较偏重对于个人问政风格的检验为主啊。OK， 对。那当然，蓝军在最后的过程中确实有发挥他一定的影响力，但用罢免的结果要去来评价说蓝绿的胜负，我认为这是有点比较过度的延伸哦。OK， 但是对于每一场的一个结果或批评，我相信对于我们个人都是会去做更多的警惕跟反省这样子。对对对。这嘛是对真侪这个政治人物有一个警示的这个作用伫咧吼。其实头拄仔这俊豪嘛有分享吼，头拄仔咱嘛有讲到吼，这回吼自这个罢免案开始，真侪人就开始这个互点名做记号啦吼。亲像讲吼，咱头拄仔讲的这个议员也好啦吼，也搁有这个吼民进党籍的这个立委，也是讲吼这个时代其他咱讲吼这个伫咧台湾基进伫咧台中这个立委吼3Q 单僻位啦吼，嘛是去互点油做记号啦吼。亲像这款的这个部分到底是虾米款的这个动员，然后咱等下买当好来讨论。伫遮进前，咱先来看这张图表啦吼，针对着王浩宇罢免通过，各界回应到底是虾米啦？咱看到东华大学民主系教授啦吼，伊这个部分伊是讲啥？这个王浩宇被罢免吼，甲伊的这个人际特质有关系啦吼。有人讲吼，伊真正是大海边的官场看去啦吼，全国不分区的这个议员啦吼。所以若是罢免成功，这阵罢免成功啦吼，欢迎讲人民对蔡政府一个反弹啦吼。另外，这个台师大的政治系教授啦，政治所教授吼，伊讲啥？罢免行动会帮助这个政治保护的这个作风啊，对政治稳定是无好的吼，是负面的，会造成讲社会纷纷扰扰甲对立啦吼。桃园市长郑文灿伊讲吼，刑事罢免权是宪法吼，予大家这个公民的权利的尊重罢免案的这个结果。另外咧，这个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吼，伊讲罢免成功，真正是使人欢喜嘛是这个中立人的这个胜利。另外就是反来敌之战的这个头一胜啦吼。另外咱头段嘛讲到吼，这个议员啦嘛讲，相信凤山的这个乡亲会相挺到底吼，到时阵拢来投这个无同意票啦吼。过来请教俊伟啦吼，其实咱看到这个部分啦吼，有人讲哇，伊是这个立赢吼，可能。买手这个亲像这个牌啊呢，小连续倒去啦吼，你敢是安尼认为呢？其实，像国民党有一寡议员，像罗志强议员来讲，这是反莱猪的之战的修行。其实这个代志我无一定有感觉到是安尼认为啦，因为反莱猪这个代志，你要直接讲甲这罢免人有关系来讲，这有小可牵强小可。确实，王浩宇伫咧莱猪这个代志的护航的言论，有较含蓄看，包含他都有讲到嘛，去讲家乐福嘛
莱克多巴胺讲原住民用迄种戏谑言语，这拢毋是咱台湾人民无介意看到的。是，这届的罢免我嘛较赞成咱头多另外议员这个讲法，就是讲这是伊个人。问政的风格，的确伤侪人，较影响到安尼。因为像咱头头黄捷议员，其实伊的问题就是讲，你爱好，应该我安尼讲啊，就是因有一寡人咧讲是啥物红山清洁队，因爱甲咱台湾人民讲，到底为虾米你要罢免咱黄捷议员？是，因为你要罢免上这件代志是你爱出来甲阮讲，互咱。在地人民有法度去听，有法度去了解，因为像王浩宇这届爱8万几票，较有法度成立，这真困难一件代志。咱会使倒去看，2014年基隆市长伊选调先加摕6万几票，2014年新竹市长选调先加摕7万几票，你会使互8万外人徛出来，去甲你反对，这件代志足含。我刚才讲，我感觉这件代志足含，你爱真正做甲天怒人怨，较有可能发生这件代志啊。所以黄捷议员伊爱7万外票嘛，所以咱这红山清洁队这个要罢职的这个人，应该甲咱台湾社会、台湾人民来讲，到底是毋是伊做了安怎，做了倒位歹，做了倒位是咱爱甲伊检讨、爱甲伊罢免，这爱甲讲，因为有的人会开始讲，因为这议员讲无去投莱猪这件代志，无对莱猪这件代志表态，然后开始甲讲要甲罢免。其实这个连结无讲介强，啊，佫有时间，你佫有佫有1个月的时间嘛。咱要罢免，要反罢免，拢会使甲咱台湾人民、台湾社会好好讲，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代志？到底为什么要来甲罢免？为什么无爱来甲罢免？大家一概讲好清楚，是，互咱台湾人民来做决定，互咱红山的人民来做决定。OK， 咱头拄嘛讲到吼，迄当阵罢免这个王浩宇的时阵吼是8万外票，然后下过这个坎吼25.8%啦吼，啊，这回咱嘛看到讲黄捷议员吼嘛是吼受到吼咱讲吼罢免案吼，咱讲。可能2月初6，吼，这一票头拄啊，黄议员嘛讲到伊的这个部分，吼，就是讲伊问政的这个部分嘛是真吼明理吼真清楚，啊，另外咧嘛讲吼，真正你若是赞同这个黄议员的吼，你就去投这个无同意票啦吼，啊，咱讲吼，若是有效同意票吼，那过过吼无同意票，就是罢免成案啦吼，啊，就是成功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同意票吼，若是原这个选区的这个4分之一啦吼，啊，这回咱嘛算出来吼，迄当阵这个部分，咱看到是28万吼7829票吼，4分之一差不多是7万外票啦吼，所以就吼通过罢免案吼，啊，这回咱讲吼，民进党伫咧高雄市吼，佫有另外一个议员嘛是吼有罢免案吼，这回已经是第2关人数吼已经送出去啊吼，讲第2关吼爱10%的人数来去吼。人数啊，即阵已经吼，咱讲已经超过22000啊，然后12月30来去送吼，那成案第3阶段超过47806票投票就通过了吼。继续先到主题啦吼，就是这回吼，咱讲有人讲啦吼，这个王浩宇的这个罢免案是拿赢吼，啊胜利的第1站啦吼，买手这个黄议员也好，高议员也好，也是讲立委吼，反来底啊，无论是这个吴思瑶立委啦吼，这个3Q 单僻位啦吼。做伙拢安尼吼，连锁反应类，这是恁期待啦。首先我先讲吼，这黄捷吼议员吼，伊的人缘应该较好啦。OK， 袂当安尼比啦哦。对，我为啥安尼讲诶？迄这个浩宇这个议员吼，较早要向罢免的时阵吼，我看敢若无啥物民进党人去甲消停吼。啊，但是这个黄捷议员吼，正正就有包括民进党的立委。吼啊，包括即个无党籍立委吼，譬如讲林长洲，是长洲，吼，伫立法院吼，徛出来帮黄捷吼讲话，吼，甲声援。所以讲，我感觉坦白讲吼，即个黄捷议员吼，应该得到真侪温暖啦，吼。所以讲吼，他要甲罢免掉的即个吼，即个代志吼，可能吼较困难。我坦白讲吼，因为坦白讲，伊甲王浩宇议员的即个状况无共，吼。啊，但是啦吼，今日既然连线啦吼，我嘛是甲黄议员请教啦。坦白讲，我知影即个公民团体吼，一寡公民团要甲罢免吼，写足侪理由的啦吼。我感觉这见仁见智，大家尊重吼。伊讲了嘛无唔对啊吼，拄啊黄议员讲，我做了好，你支持我，做了无好，甲我罢免，这态度是对的啦。是啊，但是就讲，我感觉真侪人看到啥双重标准啦吼。就讲坦白讲吼。单期卖吼市长吼就任了后，吼
伊家己本人道歉过几啊届啊，譬如讲前阵迄阵就乙烯气体外泄，第一时间处理了无好，通知嘛做晚，伊家己出来道歉。譬如讲民族路桥，迄阵施工的时阵伤差，搁伤慢，嘛引起民怨，伊嘛出来道歉。搁来讲迄个六合夜市本来不是板凳免费食，结果大家去讲那食好分一点仔好食，迄个啥板料嘛真差，所以讲我的意思是讲，看起来陈其迈市长在主政的这段时间做了，唔是讲真好啊。我比较起来黄捷议员较早对韩国瑜市长。敢若较严格呢，常常三不五时就看得出来，甲修理甲定。但即摆陈其迈市长起来，敢若较少看到黄捷议员在质询，还是在监督这个代志，做了敢若较无够，是不是这个我讲互大家参考。但是我必须要讲2月7日要投票嘛，不管你支持，不管你反对，拢鼓励。行使你的这个公民的权利，出来投票，你也要消停嘛会使，要来反对嘛会使，算是一个表达意见的机会。有影啦，先互咱议员来回应一下头拄仔这个主题，这个主委啦有讲到你的这个部分你讲伊讲你双重标准你敢有安尼？面对着这个罢免案你安怎过去进行呢？因为咱讲过去有人这个立院团委真正莫安尼正面对决因为这正面对决来对立院嘛无好对你嘛无好你敢安尼认为咧？首先我爱解说一下，我伫议会咧监督市府，其实迄态度拢是同款的。OK。包括说乙烯这个事情，其实我质询了2次，甚至是说第一次的市长来议会的时阵，我就甲伊讲在第一时间我发脸书，然后也在市长第一次来到议会的时候，我就甲伊讲。这件代志最重要，这对高雄人来讲是我们生命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大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在议会一直以来监督的态度都是同款的，就是讲只要对高雄人来说重要的，不管影响我们生命安全，还是说影响高雄人的整体的所有的环境，空气也好，所有的经济环境也好，这些才是我们放在心上的。所以讲我哋。伫 Facebook 伫议会其实拢有讲过，所以我一直以来的，就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施政问政的报告，对啊，其实该监督的应该爱监督的，我拢无轻忽啦，对，就是说一直以来都是。对，监督拢是徛点伫这个民意代表这个部分头拄仔嘛没错，对，所以讲，唔过，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讲，即马因要甲我罢免的理由咧，唔是因为我双重标准，是因为我伫议会翻白眼，意思就是讲，因感觉我质询的时阵伤出力啦，就是讲伤大力，就是说。在议会反而太大力的监督、太认真的问政，却要遭到罢免，那这个才是他们罢免的理由。那当然，我也认为说这样的罢免理由是很遗憾的，因为我的议会咧监督市府是我应该爱做的代志。我一直以来都是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最基本的责任，但是却因为我的认真问政而反遭到。市长的支持者来罢免，这样对一个民主的社会，我认为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OK， 议员嘛讲出那至于说，对，就是第3部分立院团委互你无？至于说这个民众要不要投票的权利，其实我一直以来也都秉持着同样的立场，因为无论是去年的投票案，还是说在以往，我都认为说罢免权就是人民的公民权。那人民要投票，他要表达，无论支持或反对，本来就是大家的权利。所以我也一直以来都认为说，大家应该可以透过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来表达人民的心声。那透过自己的这个权利来告诉这些民意代表，告诉所有的政治人物说，你们是随时在接受检验的。所以我同样作为一个民意代表，我也随时要经得起考验。
经得起民意的检验。所以我对这个自己要被罢免，我一样还是平常心，也觉得说我应该要去认真的面对大家对我的指教。那如果有做不好的，我就是更努力去做好，来让大家可以对我的这些意见，我都应该要虚心来受教才对。是所以也不会回避，也不会觉得说应该要任何盖牌等等的，就是应该正面的去接受大家的意见。OK， 正面吼，也是讲平常心来去看待这回这个罢免案吼。其实安尼听起来吼，这个黄议员也是有信心吼，这个罢免应该是未通过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嘛讲到吼，这个过去咱讲吼，甲何武吼，嘛是伫桃园吼做伙咧做议员的吼。啊，这回嘛有人咧另外咧讨论讲吼，其实这回吼罢免案这个坎吼，到底吼？是毋是爱做一寡这个修正吼？咱有做前轮图表先来讲啦吼，就是讲吼，这个议员是用这个大选区保障少数立委啦吼，啊行政首长是用这个单一选区哦，正是咱讲集中民意啦吼，啊咱讲吼，这两个无共款的这个选区的这个方式吼，较是用这个相共的这个罢免制度吼，有人讲吼是这个较离经去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是罗水兄吼林罗水甲李忠志的这个面册所讲的吼，另外咱嘛讲吼，这是保障这个少数选好调的吼，会当选。啊，用封杀少数的方式去落选啦吼，啊，从这个第7选区就是咱中立者吼，应选11名吼，啊，迄当中黄河武哦摕到第3名的选票啦吼，啊，当选啊得票率吼，敢若是8.86%哈，就是讲超过有90%的人吼，当初投票并无支持伊，也是讲吼，就是伊是这个上好的这个代表。啊，咱讲吼，这个咱迄当阵这个国民党吼是37.41%吼。这个得票率啦吼，伫咧中立第7选区遮啦吼，那么看到讲反对者动员向未红罢免，同款，佫一届这是林罗水甲李忠志的面册所讲的啦吼，啊，尾手会变成啥？哪区立赢红罢免，立区哪议员吼红罢免吼，这个你是安尼看吗？确实哦，应该说，我们在观察，在未来像这种越小的选区哦，受到影响可能越大，因为组织的力量它越容易发挥它的作用存在。那但确实这次选举在4员以上的选举哦，因为都采用单一选区的标准，其实说实在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刚那个叶兄有说讲，其实这是蛮夸张的一个得票的一个数字啊。对，那当时我们也其实都觉得说应该不会过关。但后来开出这样的票数，其实我们也蛮压抑的。就像我们那时候我有参选过立委嘛。那次立委，我们的投票率大概将近有70%多的投票，我拿了9万票这样子。但这次差不多2成8的一个投票率，那开出了8万多的一个同意票，所以这数字确实蛮大的哦。那至于要评断现在的罢免制度到底有没有问题，那我觉得其实因为过去我们在行使这个民主的过程中，比较在使用这种罢免的制度哦。所以我觉得对大家来说还蛮陌生的。其实对于一个政党或对于个人来说，都其实在学习跟适应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制度好不好，其实还要再观察下去才会知道这样子。有人讲这是检验政治人物的一个真好的这个方式了哈。准伟，你是安尼看吗？这回这个选举制度还是罢免制度，有需要有必要去改无？因为我应该讲提出要改这个制度的人是谁？罗水兄、李忠志。因为在韩国路红罢免的时候，有人讲这个话。是。到民进党一个人红罢免的时候，有人出来讲这个。伊是讲大选区、小选区这种分区的这部分。系啊，像这种选罢法这种改制嘛，是伫民进党2016年嘛，是因伫国会是过多数的选改嘛。所以好啊，唔好，咱会使互时间，甲咱台湾人民选民来去讨论甲决定啦。因为样个就头我所讲的，你要摕到8万票，你要摕到7万票，有的立法委员选掉拢无摕到这个票。是啊。你要互人伫咧这种寒风当中，伫咧疫情当中，徛出来投互你，讲我无同意你，我要甲你罢免，爱到8万几票。是。这个票数其实真正毋是一般有法度去达成的。OK。所以即摆的选举其实毋是讲足困难，而且讲啦，你有法度靠单一政党去组织、去动员、去催票、去催出这个票，这个我个人啊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啦。OK。因为你伫咧无一个高合一的选举，无一个总统大选，你要一届要找出遮侪人来去投这个票，是无讲足简单。你若真正讲足简单，台湾其实有遮侪人，从迄阵讲要遍地开花嘛，啊，不到最后较敢一个王和武红罢免，较敢2个
有较一个环节有可能2月初6爱去投票，后壁无，我会记得刚刚无讲足侪人有过这个人数的门槛嘛，所以讲这个制度上有确实有伊的难度。OK， 所以你要真正做到这歹，爱做到互大家愿册，较有可能去用罢免。OK， 这嘛是互咱台湾的政治人物一个警惕。你要认真去做，你要时时刻刻去想着咱台湾的选民，爱谦卑再谦卑啊。有影吼，咱继续搁请教黄议员啦吼。头拄咱讲到这个选举的制度吼，咱讲这个大选区本地要保障，咱讲这个少数的这个议员啦吼。你安怎看这个制度到底爱改无？议员？其实我感觉这个门槛应该也是，因为我们之前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使用这样的一个门槛嘛，就是在修法过后，对啊，所以讲我今嘛可以讨论这可能嘛正当性不够啦，刚刚好像我们当我要互人罢免的时阵再来讨论，可能较无适合。对，所以讲，阮即马我的态度嘛，甲拄则来宾的态度同款，就是讲，阮爱谦卑再谦卑啦。哎呀，随时的接受考验，随时的接受检验。那当然对我来讲，我即马就是嘛爱更较认真，互大家知影讲，我其实有做代志，我做啥物代志，我逐工拢足早就去床，就去走拖，就去来服务吼，甲我的这2年以来的这个成果，吼大家知影。希望大家知影讲，其实我做认真、做拍拼，希望讲安尼这款的议员会使留伫红山，嘿，就是甲大家讲。所以讲我的态度一直以来就是感觉讲，大家若是支持，会使投无同意，甲我留伫红山。那搁一次吼，感谢黄议员吼，在百忙之中吼接受咱电话这个连线访问嘛，感谢黄议员。咱继续过来请教吼，这个副主委啦吼，朱铁兄啦吼，咱其实头拄嘛讲到吼，这个选举的这个制度、罢免的制度啦吼，其实吼有人头拄像准委安尼讲的吼，咱看到是迄当阵民进党吼国会多数来去改吼，这回安尼有人提出，有人讲吼，你嘛是咧拔歹叫啦吼，但是咱头拄亲像。黄议员呢，真坦白的来去讲吼，伊即阵就是无要讲这个选举制度，无讲吼这个制度可能对伊安尼危害安怎啦吼，伊敢若平常心来去看待。但是你安尼看这回这个选举制度，因为黄议员伊本人是当事者啦，你要叫伊回答这题吼，对伊是较困难啦。是这个制度吼有问题，当然会使讨论啦吼，因为照讲起来，你1/4这个门槛吼，就会使罢免一个人，伊也票得到。一半，1/7，但是伊1/4就会使用罢免，这听就知影可能有问题嘛。OK， 但是就是讲即马在政治这个环境中吼，你讲即马要讨论，因为即马包括这韩国瑜市长政治利用罢免，王浩宇议员用罢免，你已经有2个人用罢免啦，你即马要提出讲，这罢免有安怎无？我感觉迄个社会氛围啦，未必在这个时阵会接受啦。但是我感觉啦加算几届如果人民感觉讲，你这黑白来黑白母可能未来才有这个空间啦。但是我感觉这个罢免的制度也是讲这个罢免的结果敢若一个照妖镜安怎讲呢？咱这届罢免了后民进党的党中发出声明安怎讲？伊讲伊讲国民党这届因为来动员因为来操作。对立，所以讲呢，才会互这届咧王浩宇的这个罢免会过关，所以讲伊感觉做遗憾的，意思就讲拢国民党咧母的啦。但是这完全就双标嘛，双重标准，因为咱咧看到过去韩国瑜互罢免的时阵，难道民进党无动员？难道民进党无去插手？伊在中常会阁通过一个声明咧，讲要支持这个罢免案。所以讲政治的这个乌手在后壁，真清楚嘛。即摆那个这届王浩宇罢免了，反过回头来，讲来骂国民党。这我讲一句话，上我要补充就是，这双重标准。相同标准啊。相同标准，第一有一句话要安怎讲，你知道？因为别人囝，别人囝放屁啊，长在肠仔老啊，家己囝放屁啊，长在大啦。这就是标准的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讲。不管哪个，不管你的，还是其他政党啦，大家共同面对这个代志，就是安那，在民意竞争，你一定要谦虚、谦卑，无有一天你总是会拄到同款的代志。OK， 上尾咱请俊豪来回应一下针对咱这个选区也是这个主题副主委的部分嘞。
因为在最后的阶段的时候，那蓝军却在地方上发挥蛮大的影响力。那从下到上哦，看到我们主席都御驾亲征，包括马前主席也一起来到中立。那再来就是他地方上很多系统都配合动员哦。那各个议员、党籍的议员呢，也办了非常多场的一个说明会。哦，所以确实在一阵子哦，把那个热度也炒了起来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也开始有点担心这样子。OK， 对，所以确实啊，在蓝军在最后的时候，看起来是跟总部那边他们有蛮多的一些合作。是，按照回应这个双重标准呢，过去罢免韩国瑜市长的时阵，甲这回王浩宇，双重标准的部分呢，其实也不是双重的标准，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叙述一件事情嘛。对啊，在这个最后，其实蓝军确实动了很大的一个力量嘛。对啊，那。民进党在过去都是也是一样扮演一个支持的一个角色嘛，对啊，我支持你的论述，那我配合你来做很多的一些协助啊。OK， 针对着吼，这回咱看到王浩宇然后甲小连刷2月初6可能这个5议员吼，可能这个罢免案吼，大家吼安怎看是讲这个选举制度啊、罢免制度安怎爱改吼，咱后回可能各会当好好来讨论。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